要节省电脑的数据啊，还有电池的，省电呢，就是要这样设定。到设定里面去找那个账号与同步。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桌面设定，然后搜寻栏这边输入自动同步，搜寻自动同步，然后出现第一行自动同步资料处理，点按自动同步资料处理。这边那个按钮本来是开启的，把它变成关起来了。变成关键，可以节省电了，省数据流量。这个叫做手机省电与节省数据的方法。这是小米手机，账号与同步，也可以搜寻账号与同步，在设定里面进去搜寻账号与同步。